近日一個消息真係震驚唔少香港觀眾，播咗接近10年嘅 TVB 王牌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正式宣布即將停拍，暫定播到今年7月就會完結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好多人第一個反應都係吓，真係要完？因為對好多香港人嚟講，《愛回家》早已經唔單止係一套電視劇，而係一種陪伴。差唔多每日夜晚，大家食飯、放工返到屋企，一開電視就會見到洪家、龍家嗰班熟悉嘅面孔。唔經唔覺，原來佢哋已經陪咗香港觀眾將近10年。而家突然傳出即將劇終，等於正式宣告呢班陪大家食晚飯嘅角色，真係要喺今年暑假前同觀眾講再見啦。TVB 高層已經緊急召集監製同演員開會，雖然大家都非常唔捨得，但亦不得不接受現實。而 TVB 方面亦同步拋出新計劃，準備即刻開拍另一套全新處境劇接檔。其實《愛回家》最令人感慨嘅地方，唔只係佢完結，而係觀眾一路以嚟早已經親眼見證住佢慢慢變質。尤其近幾年，常駐角色不停嘅換血，劇情亦開始越嚟越拖，越嚟越水。好多網民都忍唔住吐槽，呢套已經唔係當年嘅愛回家，而家嘅洪家已經唔係以前嘅洪家啦。甚至有人話，而家追劇追嘅已經唔係劇情，而係回憶。而家距離7月正式劇終已經進入倒數。據講，劇組開始整理道具、收拾場景，嗰啲陪伴觀眾多年嘅熟悉面孔，之後亦會各散東西。講真，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當年真係好威，自2017年開播之後，收視同口碑一直都好好，尤其喺疫情期間，幾乎成為 TVB 嘅鎮台劇。好多香港人困喺屋企嗰段時間，都係靠呢套劇帶嚟少少笑聲同陪伴，而且呢套劇仲真係捧紅咗唔少演員。2018年萬千星輝頒獎典禮，林淑敏憑住《大小姐》龍歷年一角，成功奪得最佳女配角。佢嗰種霸道、火爆、得理不饒人，但其實內心重情重義嘅形象真係深入民心。好多網民甚至去到街上見到佢，都會直接叫佢做大小姐。之後去到2019年，周家樂憑金城安呢個角色攞到最佳男配角，當年佢只係24歲，更加成為呢個獎項史上最年輕嘅得主。佢將費清安嗰種神經質、懶懶散散，但其實心地善良嘅感覺演得非常自然，角色一出即刻成功入屋，人氣急升。而家嘅周家樂更加已經升呢成為 TVB 力捧小生，喺重頭劇《正義女神》入面飾演年輕法官鄭少文，演技亦大獲好評。喺2023年，范逸敏憑三太一角攞到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。同一年，吳偉豪亦憑劇集人氣成功攞到飛躍進步男藝員。喺2020年，《愛回家》更加攞到萬千星輝頒獎典禮嘅萬千光輝演藝大獎，可以話係對整套劇多年影響力同貢獻嘅一種肯定。而2021年，林淑敏同許家傑飾演嘅宋水輝仲一齊攞到最受歡迎電視拍檔。當年嗰句大小姐同宋水輝真係紅遍全港。喺呢10幾年入面，觀眾真係陪住劇中呢班角色一齊成長。有啲 CP 由曖昧睇到拍拖，有啲由鬥氣冤家變成觀眾最想佢哋結婚嘅一對。而當我哋今日再回頭睇，先發覺原來《愛回家》入面真係誕生過好多經典情侶組合，好似宮水 CP、宮葉同洪若水，大概係《愛回家》入面最有生活感嘅一對。佢哋唔似偶像劇咁浪漫，時不時鬥下嘴，亦都會為生活瑣事嘈下交，但偏偏就係呢種真實感，先令大家越睇越投入。因為好多香港人嘅感情其實都係咁，未必浪漫，未必完美，但總有人會陪你捱過最平淡嘅日子。
至於朝鮮 CP， 就好似青春入面最遺憾，亦最令人唏噓嘅嗰種愛情，嗰種明明互相中意，但總係差少少嘅感覺，睇到好多觀眾心都痛埋。好多時觀眾會一路追劇一路心急，你哋點解仲唔講清楚？其實現實世界好多感情都係咁嘅，唔係因為唔愛，而係因為成長步伐唔一致。所以朝偉同阿善最令人難忘嘅地方，就係嗰種青春特有嘅遺憾感。你明知佢哋未必會有最好結局，但仍然希望佢哋最後可以行埋一齊。而 Rebecca 同張龍又係另一種完全唔同嘅感情。Rebecca 精明、現實、有主見，張龍就比較木獨、慢熱。兩個人表面好似唔夾，但偏偏相處耐咗，觀眾會發現原來最好嘅感情未必係轟轟烈烈，而係有人願意慢慢理解你、遷就你。佢哋冇太多誇張高潮，但正正因為夠自然、夠生活化，反而令觀眾特別有代入感。雖然有啲演員後嚟已經離開劇組，但佢哋當年演過嘅角色，連同嗰段感情線，至今依然喺觀眾心目中最難忘嘅回憶。呢入面一定有 Ivan 同阿 May。Ivan 一直都係嗰種好典型嘅港劇暖男，斯文、有耐性、講道理，永遠好似好識照顧人嘅情緒。而阿 May 就比較現實成熟，有時甚至會將自己包裝得好堅強。一開始我哋都覺得佢哋好襯，但後嚟慢慢發覺 Ivan 太習慣去照顧人哋啦，反而忽略咗自己。嗰陣我哋一路睇一路替佢心酸。而另一對好多人好中意嘅就係博士同 Mandy。博士理性、慢熱，帶少少古怪，而 Mandy 就比較直接、爽朗、感情豐富。兩個人擺埋一齊，一開始甚至有種雞同鴨講嘅感覺，但正正因為咁，我哋先會越睇越上癮。博士雖然唔識浪漫，但佢對 Mandy 嗰種默默付出反而更加真。Mandy 每次有事，博士永遠都會第一時間出現，而 Mandy 最難得嘅地方係佢會願意理解博士嗰種唔善於表達嘅性格，因為真正適合嘅感情未必係兩個人性格完全一樣。另外仲有 Terry 同 Fanny 呢對，雖然後嚟 Fanny 被大小姐安排咗去外國讀書，最後佢哋都冇喺埋一齊，但佢哋依然係愛回家入面一對令人難忘嘅 CP。 講到愛回家可能停播，相信對好多觀眾嚟講，心入面都會有少少嘅唔捨得。始終呢套劇已經唔單止係一個電視節目，佢更似係好多香港人生活入面陪伴咗10幾年嘅習慣。我哋睇住劇入面啲角色成長，亦喺不知不覺間陪住自己走過人生好多個階段。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，再長嘅故事終究都會有落幕嘅一日，或者愛回家嘅結束的確代表住一個時代已經過去，但同時亦可能係另一個新嘅開始。就好似當年冇人會估到一套處境劇可以陪香港人行咗咁耐，或者未來某一套新劇亦會再次帶俾大家新嘅驚喜、新嘅感動，甚至誕生更多令人難忘嘅經典 CP。 而愛回家留低嘅回憶亦唔會因為停播而消失，因為對好多觀眾嚟講，佢早已經成為青春嘅一部分，亦成為香港呢代人嘅集體回憶。多年後，當大家聽到愛回家過首主題曲嘅時候，依然會記得曾經有一段時間，我哋晚晚都準時返屋企追愛回家。